位觀眾，我哋翻嚟2024-25年度中國香港冰球總會主辦嘅聯賽杯 U17組別嘅賽事，今日我哋係第13週嘅賽事嘅第3場比賽啦。今場比賽精彩啦，就係高級對 CSA 啊，聯賽杯裏邊排名嘅頭2位嘅球隊。咁就雙方今場比賽嚟講呢，其實佢哋嘅排名呢，就暫時咧係CSA 係22分係領先緊排名榜首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咧就佢哋比高級係打多咗一場嘅啫。咁如無意外，其實呢兩支球隊咧係應該實力都係相當嘅。咁而呢一場比賽係呢兩支球隊咧今季最後一場咧常規賽啊，係最後一場互相對壘嘅。咁如無意外呢一場嘅勝方咧，就應該係大熱嘅姿態咧，可以攞到我哋今季聯賽嘅常規賽嘅首名出線嘅資格。首名出線咧將會喺呢一個嘅準決賽嗰度咧，就係會對第4名出線嘅球隊啦。咁應該就係呢個 Greater Bay Lions 啦。咁而第2名出線嘅就會對住第3名出線嘅球隊，應該都好確定咧，就係香港 Typhoons 咁滯嘅啦。除非我數學唔好計錯數，如果唔係，應該係就咁排嘅。咁當然啦，後生細仔們咧呢啲咧即係讀多啲書，唔好似叔叔咁樣咧，數學咁差，心算又唔得，咁就到時要用起上嚟唔可以用。咁啊，今日多謝我哋3位嘅球證啦，呢度我旁邊有3位啊 ，Robert Wong 啦，有 Alex Wong 啦，仲有 Teddy Chan， 仲有一位飛咗出外邊啊，叫 Patton， 咁就多謝佢哋嘅幫手。咁而我哋嘅呢一場比賽咧，將會係冠軍總決賽嘅前哨戰。咁就因為高級同埋 CSA 兩支球隊咧，其實大家響我哋今個聯賽咧見到，其實真係實力最好係佢哋兩隊嘅。咁你話真係要分辨佢哋嘅話咧，其實高級嘅進攻能力咧係要比 CSA 咧係稍為佔優少少。咁就我哋從統計數字睇到準確嘅82個入球對67個入球。咁但係你要扣咗咧，就係 Jovi 咧佢入咗好多球。咁如果你扣咗去 Jovi 嘅話咧，其實兩支球隊整體嘅實力係好平均、好平均㗎。咁就即係雙方嘅守門員實力亦都係好接近，所有都好接近，防禦嘅能力都係好高。咁就近期見到 CSA 嘅比賽，你見到佢哋打團隊咧係進步咗好多嘅。咁會唔會今場比賽對住高級係會有唔同咧？咁我哋真係打過就知道㗎啦。咁呢兩支球隊咧，下個星期啊3月12號咧都會係響星期六晚8點45分響翻呢一度。咁啊高級咧都會打第2場9點就分對 Hong Kong Typhoons。咁而咧就係呢一個嘅 CSA 會打頭場8點45分咧係對呢個 Kung Pao Kings 㗎。咁而我哋嘅常規賽咧總共係有15個星期。咁其實眨下眼咧，我哋已經咧係去到尾聲㗎啦。咁同樣咧都係3至15分鐘一次嘅比賽，咁我哋就應該望一望周圍咧，就都仲有好多嘅觀眾啊，好多都家長啦，我後邊都有一大堆啦，好大壓力喺呢度，講錯嘢會俾人淋嘅，淋就淋啲水好啦，唔好淋啲黐落嘅嘢 ，OK？ 咁我都盡量小心嘅。3次比賽15分鐘，準備要開始啦，咁啊開波嘅球證就係 Alex Wong 啊。黃色衫響大家熒光幕嘅左邊跟右邊，就係高級響我哋現場嘅右邊跟左邊啊。咁啊現場同我哋鏡頭係完全相反嘅。呢邊高級有機會啦，咁啊跪低咧即刻起手射波，咁啊困到棍，波就落咗底線啦。你見到呢一場比賽咧，對住同相比頭先嗰2場嘅比賽咧，其實個速度力量都係有好明顯嘅差別嘅。咁啊！呢兩支球隊裏邊就夾咗好多現役嘅大細港隊嘅健將們啦。咁就2個嘅球會訓練出嚟嘅球員。咁啊，而家喺呢個 slot 中間咧就揾到有呢個高級8號嘅球員啊 David Wong。David 咧上2場比賽表現都相當之優秀嘅。咁啊，今場比賽咧就仍然咧係一開波即刻有好亮眼嘅表現啦。呢邊 CSA 左邊大進打翻個波去底線先，右邊冇隊友接應㗎。咁啊高級攞到波，回後先啊。咁啊 CSA 都唔敢亂嚟啦。咁後邊呢就輕輕跟住就選，咁啊拉過嚟左邊咧都有 CSA 嘅球員咧係做呢個 four checking。咁啊見到3個藍色嘅喺前邊，咁當然啦後邊咧就得2個藍色啊。咁
見到 4checking 做得好足啦，咁睇下呢個高級點樣可以做到突破先啦。一路咧高級都係俾 CSA 咧係逼咗喺自己後防區嘅啫。呢邊勉強將個交到上嚟，結果好快咧就係俾 CSA 係偷咗個波翻嚟啦。CSA 今次有個 turnover， 一個轉向做唔做到咧？有一個橫轉過嚟，個波就唔係好食得應支棍嘅波，就要拍跳彈翻出嚟個 spot 位頂部，高級有機會啦，3個打2個咁，但係回防都快啊！呢邊咧見到高級14號嘅Ethan Lau咧就自己試一線低，唔知係唔係呢對冰刀咧有問題啦。個高級前場都仍然係保持住控球嘅 Curtis Chan， 咁後邊咧就係俾對面8號嘅Ethan Lau咧就係拍一拍，兩個咧都互相笑一笑，當然就好朋友啦，咁但係就啱啱開波係咁啫，打落去會唔會係咁咧就唔知道啦。呢邊高級右手邊有機會10號嘅Ethan Zhang咧係沿住咧係板邊帶到過嚟，想嘗試自己卡去中間3個4個藍色衫嘅一個鐵桶嘅防守咧做得好穩陣啦。波仍然係響呢個高級嘅軍上邊，咁但係咧有控球就唔代表係可以攻到嘅，一路咧都係俾呢個鐵桶陣係保持住響呢一個 slot 位以外嘅地方，勉強一個遠射40號嘅球員啊，將嗰大棍打落去底線。40號係邊個咧？對唔住，我手上係冇資料嘅，咁就陣間我睇下計分員可唔可以幫到手啦。咁或者觀眾自己嚇，即係熱心嘅觀眾讀俾個報料啦。咁但係呢邊咧 CSA 後邊終於咧都攞翻波啦。高級雖然咧就冇乜係有威脅性嘅射波，咁但係可以壓到個波喺前場咁耐咧，係可以見到佢哋嘅團隊嘅合拍咧，亦都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咁唯一嘅咧就係要揾個辦法係可以突破到呢一個藍色衫 CSA 嗰個四方形嘅，喺龍門前面有個好明顯嘅四方形就包住嗰個 slot 位咧，就令到高級嘅球員咧冇辦法可以突破得到。呢邊見到 CSA 37號 Jaden Lee。咪見到一路都冇辦法可以交到波，就唯有就兜翻龍門後邊，靠呢個龍門門框咧，就係做個遮擋，自己上台仲射埋波添。守門員啊，對面應該就係 Rexton 區嚟嘅1號嘅呢度寫20號嘅 David 咧，唔係啊，係1號嚟嘅，唔係係20號，但係 Rexton 區着嗰對 pad 係 Rexton 對 pad 嚟嘅，波衫係 David 嘅。呢邊近距離反手射波咁啊，射橫咗少少，咁啊好似啊 Rexton 都揩到少少波嘅。橫傳沿住藍線咁啊交過嚟 Curtis 就交到去俾應該就8號 Ken 呢個 Aiden Lau 嚟嘅，咁再將個波送落底線，高級攞到控球啦，咁沿住右邊交上嚟，去到藍線兩個第一個高級自己去，咁啊俾呢一個防守咧就係踢翻個波出嚟，咁啊橫傳過嚟俾 Jasper 一個遠射。力度就冇乜㗎啦，咁啊射波作用就係射完波就俾少少時間自己可以換人嘅，但係呢一邊咧高級有機會啦，左路有機會，咁啊自己一個咁啊控兩困先，因為等自己隊友咧就係埋位啊，終於都埋到位啦，咁啊窄角度射波，守門員擋到波，再轉身係將個波掉翻過嚟俾自己嘅左手邊，高級16號 Brandon Lui 仍然係保持住控球，終於咧都係猜失波啦。CSA 但係將個波交上去中場之際呢就俾人夾咗埋板邊，呢邊有 JT 威啦，11號一個遠射，守門員呢就係 Moses 鋒啊，將佢擋翻出嚟 ，Moses 咧都係咧剛啱啦，係喺呢個嘅世界賽咧就翻翻嚟啊，又表現非常之好嘅表現啊！大棍打到上去前場嘅呢一邊有高級同埋 CSA 5個沿住圍板有爭奪波咧，嘗試出嚟中間有機會啦，兩個打一個，左邊。起手射波省到腳㗎，咁啊自己揾翻嗰波再補多棍呢下咧就射橫咗啦，相當之緊張嘅第一節啦，咁啊其實只係打咗5分鐘多少少嘅啫。CSA 98號 Isaac Chan， 咁啊呢一個交波唔使我講都知道後邊有，哎呀就知道交失咗波啊，咁但係唔緊要啊，後邊呢一度咧有4號嘅 Curtis Chan。Curtis 之前表現都唔錯，今場比賽兩個黃色衫去撞走咗個波，但係唔緊要，呢邊嘅8號嘅 Aiden Lau 將個波掃埋嚟，將個波再打落去呢一邊，然之後咧個波再送到落嚟，呢下球證吹停比賽啦，吹停比賽之際咧我都要咧係呢一度咧係講翻頭先。我哋剛啱有熱心嘅工作人員提供咗高級40號，今日係 Warren Lie 啊，咁就我自己個人好保守嘅估計應該係冇帶波衫，應該係21號嚟嘅，咁而40號嘅波衫係唔同樣嘅，我唔知點解，我自己估嘅啫。如果我估錯咗，原諒我。
咁啊呢邊比賽仍繼續啊，咁啊呢邊高級響前場嘅藍線咧偷翻個波翻嚟，即刻係回後，哎呀！但係呢邊咧 CSA 攞到波啦，完全右路攝過嚟中間，喺個角位頂嗰度起手射波射橫咗嘅，一彈就彈到過嚟自己前場嘅左手邊，高級棍都掂埋啊，用腳咧將個波踢翻上嚟，呢個係完全係可以做嘅方法嚟㗎。呢一邊高級響前場攞到波19號嘅球員啊 Curtis Chan。咪得佢一個咁，後邊自己換緊人啊，因為一路都冇人可以接到。咦？呢邊出到嚟啦，賣到嚟龍門口射波 ，Moses 咧係擋得非常之靚嘅一個 butterfly，將個 5 hole 砸到死晒，完全係冇機會。呢邊高比不攞到波啦，加一個遠射，咪射橫咗，波就彈翻出嚟，自己攞，哇！自己咧中間射完波就瞬間就漂移咗過去呢個右邊咧，係攞翻個波翻嚟啦。咁啊，左手邊又係佢11號，你唔係撞鬼啊！你見到 Jovi 喺中場射完之後，飄咗過去右前方，再打埋左翼，基本上前面咧3個位打晒。咁啊，笑我講完啦，呢邊又唔講笑啦，入嚟咧就要坐波監98號 Isaac Chan 啊，咁就被罰離場2分鐘。個高級咧就會有一個嘅power play嘅時間。佢兩支實力相當嘅球隊。賽前我就講啦 ，Jovi 咧就將會係，哎呀唔係啊，呢邊射入波啊，入波就8號嘅 David Wong 啊，咁啊趁住咧就呢一個 power play 嘅初段時間咧，就其實10秒鐘左右嘅時間嘅啫，咁啊率先咧係入波1-0咧，就係為高級係射入咗佢哋今日呢一場比賽第一個入球。比賽就翻返嚟，我哋繼續仍然係1-0啊！高級咧響第一節嘅6分半鐘剩翻呢段時間咧，暫時領先第一球。CSA 咧響前場咧已經由球證又吹停比賽波。咁啊 C 係一個歐人曲瓊嘅動作，咁就要唞唞嘅啦，就係高級嘅25號 Linus Tang 啊。CSA 有個反擊嘅機會啦，剛啱就係 power play 俾高級入咗一球，而家咧 CSA 自己咧有 power play 嘅機會啦。CSA 將個波回傳，好輕巧嘅一個控球就扭過咗第一個，咁啊但係過唔到第二個，大家做個 cycle， 哎呀咁穩陣啲咧就將個波係送翻出嚟中場區先啊，大家隊友咧都要一齊出翻嚟嘅，如果唔係就 offside 嘅。Curtis Chan 左路交上俾 Jaden Lee，Jaden 再將個波係喂過嚟右手邊啊！呢邊 Aiden Now 一個遠射，攞門前面起手射波啊，射橫咗啊！波就彈到落嚟底線，呢邊有2號嘅唔知邊個，我可能睇錯啫。波就出到嚟中場，呢邊有 Curtis Chan，Curtis 好輕巧嘅過，哎呀！但係波就甩咗俾對面19號嘅 Curtis Chan 啊！呢邊賣到嚟啦，正手反手正手有啊！2-0啊！高級響第一節嘅尾段嘅時間咧，就追到咧就領先到2-0啦。剩翻4分半鐘左右 ，CSA 一個遠射，守門員亦都係將個波撈實咗。
power play 嚟到呢度結束咗啦，而家 CSA 咧繼續係喺前場做進攻，係一個橫傳交唔到啊，波就出翻去中場區 ，CSA 仍然係努力住保持主個控球，咁但係咧高級啊督到個波上前啦，呢球冇越位啊，球正話冇越位，個波就送咗上去前場，咁兩個球員困埋一嚿。虎頭正力都冇話有問題，咁比賽當然繼續啦，咁剩翻3分半鐘左右嘅第一節，黃色衫嘅高級咧就2-0暫時領先緊啊！呢時候球證又吹停比賽，示意咧就有個 interference 嘅阻人前進嘅一個犯規動作，咁就要捉咧就係8號嘅 CSA 球員啦 ，in and out 咧就要去坐波監。剩翻2分半鐘左右嘅時間，仍然係高級嘅power play呢邊做 reback， 沿住右路切入嚟啊！一路都望住有冇人交，終於都交得到過嚟，一個遠射拉射坤到棍彈咗出場外。power play 剩翻1分半鐘唔夠嘅時間啦，咁啊大鐘仍然行緊嘅。高級攞到波，將個波猜後再送翻上前面，一路做緊波嘅18號哈莫啊！哈莫呢下咧就再接應住伊森真嘅傳波咧就漏咗個波，但係唔緊要啊，自己隊友咧仍然係摘得到個波出嚟嘅。power play剩翻48秒，第一節剩翻分半鐘，高級贏緊2-0。3位嘅高級球員嘅互相配合，波都仲未能夠出到自己教防區，咁亦都開始球員開始有啲喐手啦，咁啊開始係推撞，咁但係暫時都見到係良性嘅，未有啲好混亂嘅情況出現。高級將個波送到上去前邊，見到咧呢一邊有10號嘅伊森曾咧就係望住個 bench 就要趕住咧翻去換人啦。對面 CSA 大棍打上前面 ，power play 剩翻10秒鐘左右嘅啫，而第一節咧亦都係只係剩翻50秒左右嘅時間。有一個遠射，守門員接到嘅波彈翻出嚟，而呢個時候咧 ，CSA 嘅 power play 就呢個嘅 penalty kill 就完咗啦。高級喺前場仍然係攞到波，一路鬧都係最後塞翻個波出嚟啊！93號 Kenny Low， 高級 Curtis Chan， 前面有 Ethan Lau，Ethan 再將個波送翻去底線，冇隊友接應啦。咁呢邊有 Kenny Low 啦 ，Kenny 將個波送上嚟，咁但係兩個黃色衫嘅攔截，一個遠射，守門員 Moses 啊，將個波接實，剩翻10零秒鐘到，咁啊今節比賽應該都係差唔多呢一個比數就會結束噶啦，暫時啊2-0。冇錯啦，嚟到呢一度咧，就呢一場比賽咧第一節結束，黃色衫嘅高級係贏緊2球啊！咁就我睇睇先，翻嚟我哋睇埋第二節嘅比賽。
啦，翻返嚟我哋現場啦，我哋喺九龍灣嘅夾博10樓嘅 Mega Ice 冰場啊。先咧就趁佢哋休息緊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下個星期嘅賽事啊。下個星期係3月22號星期六，第一場比賽空跑傾勢會對 CSA， 第二場比賽高級會對 Hong Kong Typhoons， 尾場就緊要啦，就係呢個 Greater Bay Lions 對呢個 Swat Hockey。而打完再下個禮拜咧就去到29號，10月29號咧就將會進我哋嘅常規聯賽嘅最後一場賽事。咁打埋嗰場比賽之後咧，就將會連續係唞2-3個禮拜，我記得就係、因為就將會係迎接我哋 Mega Ice 嘅5人的球賽咯。係咪會sorry 對唔住，會迎接呢個一連串嘅假期啊，會有呢個嘅清明節啦、復活節啦等等。咁然之後咧就會打咗一場比賽先，就係呢個嘅semi final。咁然之後咧就再去到5月咧先至會打埋 final 嗰場比賽，因為中間就夾咗呢個 Hockey 5嘅賽事。咁第二節就開咗波㗎啦，咁啊仍然係高級係贏緊2球啊。CSA 第一次咧就表現都真係唔錯嘅，只不過咧就係高級咧真係嗰2入球係掌握得好好。咁第二次一開波咧就2支球隊都表現好活躍㗎，咁大家咧都係節奏咧係相當之明快。波咧就係俾 CSA 夾咗上前場，但係而家高級咧就嘗試將嗰個湧翻出嚟。咁啊憑住速度咧就壓到上去，賣到去 slot 頂㗎啦，咁啊俾對方咧就係夾走咗個波。CSA 調翻轉嚟又嚟啦，一個3打1嘅機會啊！一度送到埋嚟，交唔交到佢？哎呀，用隻腳咧就擋到波，但係支棍咧就揩唔到個波啊！意識就相當之良好啦，咁但係唔緊要啊 ，CSA 仍然保持住控球，埋到去右邊板邊位埋嚟中間，高級咧就攞到機會啦，咁但係呢個波咧就送上嚟，送得麻麻地嘅啫。大家響中場咧就互相大家送咗一輪波俾對方，結果攞到波咧確實地攞到控球咧就高級啊！右手邊輕輕嘅將波撩上去嘅就係8號嘅高級球員嘅 David Wong。David 喺龍門後邊俾對面撳低咗2個藍色衫嘅夾埋去，終於都夾得咗，波球證就冇表示啊！比賽係會繼續嘅，呢啲 CSA 4號嘅 Curtis 攞到波，咁你調翻轉頭就俾高級球員撞埋俾，哇！喺球員咧就大家開始互相推撞啦。呢邊咧後邊見到 Alex Wong 嘅球證即刻舉起手吹罰啦。咁其實就呢啲吹罰就必須要叫嘅，因為咧就球證唔處理咧，球員咧就會覺得我哋可以自己咧係去靠推撞或者一啲過線越界嘅行為咧係嚟到解決。咁率先離開冰面就37號 CSA 嘅球員咧 Jaden Lee。咁 Jaden 就同球證表示就冇啊，唔關我事啊，唔係咁啊，球證就話 cross checking。咁但係就 Jaden 就好開心啊，笑住咁入嚟嘅。咁就點都好啦，咁啊球證判決就係咁啦，咁啊所以高級咧就個5打4嘅 power play 嘅機會。咁其實兩邊都有球員係有推撞嘅，咁就入嚟坐就係 Jaden 一個。咁啊 power play 2分鐘，咁啊仲未有機會可以起到手射波 ，CSA 防守做得唔錯啊 ！CSA 後邊攞到波，咁望右就打咗。波就直接就彈咗落去對面嘅底線，咁啊 power play 咁就唔止3秒噶啦。Ethan Lau 交還俾 Jaden 咧再交翻俾 Ethan Zhang。Ethan Lau 響龍門後邊一個轉身交還過嚟，再傳翻出嚟俾 Landon Chow。一輪嘅控球都係入唔到，而家龍門前面有個黃色衫嘅就冇人睇啊，咪2個黃色就對一個藍色，咁就好彩咧就高級就送唔到個波埋去嘅啫，咪企正正響龍門口。Ethan Lau 越推越近，中起手射波，咁啊2腳中間射過去，咁守門員擋到，將波擋翻出嚟咧喺龍門後邊攞到 rebound 嗰隻 CSA 嘅球員啊！咪沿住呢一個圍板啊，兜翻去自己後邊，呢個就係 Aiden Lau。
就純粹係消耗咁少少呢個 power play 時間嘅啫 ，power play 剩翻最後33秒嘅時間，第二節咧都仲剩翻11分鐘左右嘅。高級喺龍門後邊攞到波，送唔送到上嚟中間啊？送到啊，不過咧攞唔到啊。呢邊CSA攞到波啊，嘗試自己扭過，哎呀慘啊！3打1嘅機會，高級橫傳，但係咧自己攞唔定個波，咁啊唯有反手中波再送落去底線啦。power play 剩翻最後15秒鐘嘅時間，高級嘅球員瞓低咗，咁啊球證亦都冇表示啊。波就過咗底藍線㗎啦，咁啊結果攞到波就係 CSA 橫傳，最後5秒鐘嘅 power play 時間一個遠射咁啊擦 Q 啊，守門員擋到亦都唔敢亂嚟噃，咁但係球證因為都冇吹停比賽 ，power play 到呢度就結束咗啦，咁 power play 高級嘅 power play 就冇進帳，呢度咧就俾人勾跌咗啊，咁啊球證就舉起手示啦，就係有人係犯規。咁有啲可惜啊！我呢度見咧就感覺上就係咁啊被犯離場嘅都係佢啦，咁啊37號車點啲都係佢啦，咁啊我都唔知點算，唔知點講好啦。即係望到佢咧有少少似係對面踩到佢支棍線低嘅，咁但係就球證我唔知啦，我睇唔清楚啦，球證就認為佢係掃低咗人啦，勾跌咗人，咁就好唔好彩咧 ？CSA 就剛啱咧就頂完一個 power play 之後咧，而家又要頂多次啦。咁高級有一個2分鐘嘅 power play，CSA 攞到波，咦仲有機會攻添喎，一個遠就唔係，咁啊抌過去底線，咁純粹係消耗少少時間嘅啫。咁將個波打落底線嘅 Nate Brockhill 係88號嘅前鋒。咁啊呢邊啊，哇！一路又無人之境嘅就係佢啦，11號嘅 Jody Ware 啦。咁啊由自己嘅龍門底線咧，又兜去左邊，再兜翻過嚟右邊，一路都係自己兜噶啦。咁啊再兜翻過嚟中間都仲未啦，自己仍然保持住控球，冇錯啊。咁啊再兜翻過嚟反手，一路都係講緊係佢啊。咁啊結果冇地方走啦，咁啊將個波反手兜翻落去底線，咁啊底線咧第二個隊友可以指定得到嘅。隊友將個送上嚟中間，第一時間起手射波，守門員啊 Moses 咧就將個波嚟接實咗，冇 rebound 漏出嚟。咁第一次見我講下都成日停咗，唔知發生咩事，其實就嗰個 replay 係壞咗，撳咗唔知啲乜嘢嗰個重播，咁而家整翻好，咁啊俾翻大家睇翻啦，因為始終就一個人做嘢咧。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嗰級仍然係 power play 啊，仲有3秒唔夠嘅時間，波就推咗去底線啦。CSA 攞到，CSA 有機會突破噃，3個對住3個，但係而家唔係一個有3個，諗住落到去嗰頭位置，包住個波先，諗住咧就消耗少少 power play 嘅時間。咁啊而家咧就前鋒回防回唔切啦，咁啊死啦！咁啊而家高級攞住波橫轉過嚟，好彩藍線前咧 CSA 兜到個波過埋藍線 ，power play 正式結束啦。咁啊希望唔會再響呢一度見到個 Jaden 啊。雙方回復翻去5打5嘅陣容，龍門前面起手射波，困到棍波彈咗龍門後邊 ，Jaden 就好冤枉地坐咗2次波間，佢自己覺得冤枉啊，出嚟即刻呢就起手射波。球證亦都係吹停比賽，剩翻7分零鐘嘅時間。CSA 響第二節比賽連接2連3地咧就係犯規，或者係被罰有人被罰離場啦，咁講啦。咁就捱過咗2個 penalty 啦，能夠係而家終於回復翻5個打5個正常局面咧，係可以咧係入翻球波，叫做將呢個比數係追近翻少少咧，好快就知道㗎啦，因為第二節咧只係剩翻7分鐘唔夠嘅時間。你見到 forechecking 嘅 CSA 做得相當之積極進取㗎，咁但係咧就高級仍然係有辦法咧係可以撈翻個波出嚟。呢邊見到一個急停轉向嘅14號嘅 Ethan Lau 嚟嘅 ，Ethan 揾到 Jovi， 咁 Jovi 響左路憑住速度咁啊壓上去第二，呢下交不過交空氣啊，咁但係俾對面咧係偷到波翻嚟。CSA 一齊湧上去，速度就唔係好夠快啊！咁結果咧要靠呢隻8號嘅 Ethan Lau 咧，就 Ethan Lau 係自己係將個波扭埋去個 shot 位嗰度。而家後衞攞到波啦，交翻過嚟右手邊，再猜過嚟先係真嘅，一個第一時間起手抽射啊！守門員擋到彈翻出嚟，好大隻嘅 rebound。
但係就結果執到 rebound 咧，就高級嘅球員呢邊有醫生爭，一路咧係沿住左路帶到個波上嚟中間，咦唔係上唔到過唔到藍線啊！佢俾兩個藍色衫嘅 CSA 球員咧係夾翻個波翻嚟，咪結果勉強將我打到上去前場，後邊3個藍色衫嘅攞到波一齊做 break out 啦，一路帶住波就佢啦，8號嘅 Aidan 過到藍線，賣都賣嚟 spot 位，自己一路都控唔定個波，再交俾 Kenny Low 啊 ，Kenny Low 響龍門圍板攞到波，一個轉身再送翻落去底線，咁喺龍門後邊咧攞到波，然之後再嘗試傳中，呢邊一個遠射，守門員擋到，碰到棍，守門員都擋到啊，落到龍門後邊咧就係 CSA 球員咧，俾高級嘅 Linus Tang 咧就係壓咗落去圍板，咁就終於壓到個波出嚟，高級。再次將個波係送上去前面一個遠射，冇乜力度嘅，咁但係守門員亦都咧係有好清晰嘅視野，可以將個波係守到，仍然係高級贏緊2球。第二次咧只係剩翻5分鐘啦。前場嘅爭球。將個波攞到控球嘅，其實真係都唔係好清晰，但係波就直接送咗上去呢一個 CSA 嘅前場。咁但係而家真係好肯定攞到波嘅就係 Joby White 啦。咁啊 Joby 響自己龍門前邊咧就響左邊扭到過嚟對面前場嘅右邊噶啦。咁但係就都係過唔到對面防守。CSA 呢邊有 Jasper 啦，一個轉身諗住傳中交翻出嚟，自己隊友第一個隊友攞唔到，但係第二個隊友喺後邊啊接應得到喎。咁啊13號嘅 Felix Warren。Felix Warren 留翻俾自己後邊嘅隊友4號嘅 Curtis Chan 上到嚟龍門口 spot 位㗎啦，哇喺4個黃色衫一字排開咁樣樣，呢個波咧就亦都係順利地呢俾高級嘅球員攔截得到。守門人阿 Moses 咧將個波大棍打翻出嚟，咁啊前場咧就37號啊基頓呢攞唔定個波，結果波又落翻高級嘅運上邊。高級 Ethan 爭交俾 Joby White，Joby 咧就撈唔定個波，波就落咗去呢個16號嘅 Brandon Lowe 嘅棍上邊。調翻轉頭 CSA 有個3打2嘅機會，側角度嘅射波，一個拉射，守門員擋到，力度都唔係好足夠，但係唔緊要啊 ，CSA 攞翻個 rebound。右邊，哎呀呢下射空氣唔緊要啊，好乖巧，反手轉身咧將個波係交翻去底線，自己隊友亦都接應得到嘅，呢啲默契好啊。落到板邊。高級8號嘅 David Wong 攞到波，頭先入咗球波㗎啦，好緊要啊！高級8號 David Wong 又攞到波，個轉身將個波交上嚟前場，自己隊友伸到盡都攞唔到波，俾對面嘅 Curtis 攞到啊 ！Curtis 將個波輕輕嘅就拍上去俾自己嘅隊友，再將個波送上前場。兩個藍色衫嘅撳埋嚟，都係咧係結果失咗波俾高級啊！高級呢邊有8號嘅球員啊 David Wong 啊，將個波喺左路一路猜上嚟，咦唔覺落到個 spot 位嗰度，咪自己一路都冇辦法可以能夠係好確保控球地咧係送到上嚟嘅，咁但係就仍然係落到個 spot 位度起到手，呢邊CSA有機會啦，反手踢過嚟冇越位嘅，再橫傳過嚟位置就唔係好啱啦，呢波過後上龍門後邊嘅圍板嗰度咧就嘗試係做個嘅呢個。正手係猜翻佢哋反手，但係都係甩唔到咧，係防守嘅球員。咁你仍然係一個已經輕輕將對面球員推到咗，球證係睇唔到，我睇到啊！我當然球證睇唔到，冇表示噶啦。呢邊咧就高級攞到波，交個遠波嚟，龍門前面起手射波，哇！守門員封晒位擋到啊 ！CSA 啊24號嘅 Adrian 封喺龍門前邊咧，就唔知點解咧。就有人送咗個波俾我喎，咁就即刻起手射波轉身。咁啊，由於 Adrian 同守門員個距離太近啦，其實都真係冇乜位射嘅，咁所以就 Rexton 就比較輕易地咧係接到呢個波。咁就唔係話 Adrian 射得唔靚，咁只不過就係佢攞波嗰個位置咧就真係唔係咁理想。一個 CSA 嘅遠射守門員亦都係將個波係擋到出嚟 ，rebound 咧就俾 Joby White 攞得到，自己扭埋嚟中間，拉埋嚟，再去到龍門前邊，扭埋龍門入埋，3-0。所以話賽前話咧就兩支隊伍嘅實力其實真係好接近，咁就突咗個 X Factor 出嚟咧就係 Joby White 啦。雖然就冰會嘅
大會嘅官網嗰個資料就唔係話 update 得咁緊要，咁但係就可以追溯翻去咧，就係對上嗰場比賽係1月25號打完咧，其實 Jovi 咧佢係已經有20個入球、3個助攻、23分咧，就係排名所有球員嘅榜首。佢仲要咧係比第2位嘅Mitchell Smith 係打少咗2場。咁你話一個人可以攞到20個入球，你睇翻呢兩支球隊嘅佢哋嘅排名嘅對制嘅統計咧，其實兩支球隊嘅得球嘅落差其實就真係差唔多20球。我而家冇統計數字擺喺手，一陣間休息嘅時候我哋再攞翻出嚟睇啦。咁所以你話 Jovi 就係食咗啲20球，而剛啱咧就高級亦都係入咗佢哋今日嘅第3盤3-0係領先緊呢一個嘅 CSA 啦。咁有 CSA 係咪冇得打咧？絕對唔係，你睇到嘅其實即係兩邊球員係絕對有得打嘅。咁但係就CSA 頭嗰2節係差啲運滯啦，第2節亦都係好可惜地咧，就係即係對佢哋嚟講啊，對高級嘅家長嚟講就唔可惜嘅，對 CSA 嘅家長嚟講就好可惜地咧，就係食咗幾個 penalty，咁就變咗就一路都冇乜辦法可以咧，就係做到一個反撲嘅機會。咁而家咧第2節就打完啦，3-0咧高級係領先緊嘅。咁就第3節 CSA 有冇辦法可以咧係追翻和起碼先啦？咁而呢兩支球隊咧，其實響今季嘅比賽咧，其實之前對壘過2次嘅，大家各贏1場。高級首先係贏咗第1場 ，CSA 咧係贏第2場。咁我頭先講嘅雙方排名嘅落差咧，你見到高級嘅總入球啦，唔計今場比賽啊，高級總入球咧係入咗82球波，咁而 CSA 咧打多咗1場波嘅，係入咗67球波。咁你扣翻咧，其實雙方嘅落差係15球。咁你仲要扣埋 CSA 上打多咗嗰1場嘅比賽。咁就上個星期就 CSA 打咗2場比賽，其中1場比賽對 SWAT 咧係入咗9-0。咁所以你計翻呢啲數咧，其實你知道就 Jovi 就係嗰20球咯。咁就今場比賽當然啦，唔係3球都 Jovi 入晒嘅。咁但係就如果你話落後2球同埋落後3球咧，落後3球係真係難追好多。從心理上嘅角度嚟睇。好，第3節比賽亦都即將要開始，亦都係呢一場比賽嘅最後1節。今個星期咧係我哋聯賽杯15週裏邊第13週嘅最後1場比賽。等埋呢一場咧，就另外嘅2週嘅常規賽都會喺3月完成，分別就會喺下星期22號同埋再下星期3月29號完成嘅。咁之後咧喺4月就會打其中一個星期6咧就會打呢一個嘅總決賽。咁而總決賽就將會咧喺5月份舉行。呢邊CSA好靚嘅一個套着漏兜到埋去龍門前邊啊，可惜啊，就1個要過2個咧，始終係有啲困難嘅。咁龍門後邊咧就一個轉身，一個靚交到過嚟左手邊咁，但係2個黃色衫咧防守都埋位埋得好快。CSA 再勉強響中場轉身，中波打落去底線，守門員 Rexton 係留定個波交翻俾自己嘅隊友，勉強將個波打上嚟中場，哎呀慘啦！呢球 CSA 攞到啦，拉到埋嚟呢一個前場嘅進攻區域，咁但係1、2、3個黃色嚟嘅，佢當然記得走啦。咁而前場2個打1個，速度好快嘅高級過到藍線，但係咧1過藍線就俾對面咧係拍甩咗個波啦。球證呢個時候舉起手示咧 CSA 係有球員咧係犯規嘅，希望唔好係 Jaden Lee啊！我真係唔想再見到佢啊！咁球證又再舉起手，就我見到冰面上面冇 Jaden 嘅，會捉邊個埋去咧？大number嚟嘅98號 Isaac Chan， 咁好似第1節都錯咗一次波㗎。好慘啦！15分鐘，剩翻13分半鐘，而家仲要試咗2分鐘，打少一個 CSA 咧呢場比賽要追3球咧，開始難度就越嚟越大啦。CSA 響龍門後邊拍到個波翻嚟，
但係兩個黃色衫就夾埋去，波咧始終都出唔到出嚟中場，揸高度起手射，守門員 Moses 擋到啊！哇！呢球擋得好靚啊！咁啊 rebound 咧就高級嘅球員咧就及時係趕到埋去嘅，啱啱球證就吹雞。呢球波射得好驚險啊 ！Moses 一個爪手擒到，都擒實啊其實。face off 攞到 face off 嘅係 CSA， 攞唔攞高級攞到 CSA 攞到，大棍打上前場解圍，個 power play 剩翻1分鐘左右嘅時間，高級仲贏緊3球啊！你隔一陣就今場比賽，雖然大家開始有少少推撞嘅，哎呀呢邊高級右路有機會傳中過嚟，去到個 spot 位頂嗰度攞到波就14號嘅 Ethan Lau，Ethan 交俾 Joby 一路越拉越近，一個好快起手收射啊！守門員擋到波彈翻出嚟 ，power play 剩翻3秒鐘左右嘅時間。中波打到上嚟前場 ，CSA 攞到波，剩翻23秒。咦，交上去交到棍啊！呢邊有佢哋請單刀機會，正手攞反手，哎呀！對面一個 poke check 將個波咧彈走咗。高級呢邊又嚟機會啦，3個打3個冇 offside 嘅，一個遠射，守門員擋到，波去咗邊度啊？波又彈咗出去咯，咁啊球證係吹停比賽。唔係打出去啊！守門員嘅爪手攞到，咁咧呢個 penalty 亦都係正式結束啦。咁啊 face off 個波一彈落地嘅時候咧，我側邊嘅球員啊 Isaac Chan 咧就會落翻冰面回翻5打5噶啦。咁高級呢一個 power play 咧就正式結束。咪剩翻11分01秒左右嘅時間。高級嗰個控球，一個遠射，哇！喺龍門前面完全係遮晒啊！咁呢個射波射得好靚，不過就啱啱高咗啲，亦都咧係偏嗰啲。CSA 將個波接翻上去前場，咁啊當然冇自己有噶啦，咁啊對面高級攞到，再拍一拍翻過嚟，呢邊有個 Jaden 軍法係非常成熟噶啦，速度亦都有，咁沿住左路就過咗2個。咁波原來就留翻俾自己隊友一個橫傳凌空，呢個撩高咗拍過嚟嘅一個遠射，龍門前邊啊，咁啊嗨到噶啦，咁但係咧就冇辦法咧，再有一個靚啲嘅角度可以射到波，高級喺龍門底線一個好靚嘅轉身，然之後你又撇得咗第一個，咪前邊有2個打3個嘅機會，咪回防好快啊 CSA， 咁啊對面就後防咧就啱啱先上到嚟。仲有10分鐘嘅時間，藍色衫嘅 CSA 落後緊3球，將嗰個傳中 CSA 1、2、3、4、5個都響自己後半場嗰處嘅，猜翻過嚟後邊先。呢邊有 Isaac Chan，Isaac 交翻過俾後邊嘅 Aidan，再將個波過到藍線㗎，但係前面3個黃色衫嘅冇辦法再向前再推進多少少嘅位置。Isaac Chan 將個波再交上去，又係俾翻 Aidan Now 將個大棍打上前面，一路上前追波嘅 Jasper 啦 ，Jasper 今場波靜少少啊。呢邊有 Curtis 今場就打得好好波啦，一個遠射力度就唔係好夠噶啦。咦，哎呀，守門員擋到以為接實，但係原來有 rebound 嘅。哎呀，對面 CSA 一個咧係射空門，好彩呢個守門員啊機警嘅及時係救到個波，呢下都真係有啲危險啊！呢一度見到有 Joby 咧拉到埋嚟龍門口啊！佢哋龍門口射到波就俾守門員 Moses 咧就係擋翻個波出嚟，有一個長傳交上嚟，咁但係前面2個黃色衫嘅都係過唔到，亦都咧係冇辦法可以好穩陣咁樣可以控到波，咁所以都冇辦法可以扭到啲咩花式出嚟噶啦。CSA 喺前場仍然係有控球噶，咁將個波猜翻後俾 Curtis 再將波拉上嚟，後邊有 Isaac Chan 將個波 keep 住響前場，仍然係 CSA 保持住控球，交過嚟俾 Jasper 啦，俾人後邊撞一撞，波撞甩咗噶啦，咁但係2個藍色衫踢翻個波翻嚟 ，Jasper 啦回後 ，Curtis Chan 一個好靚嘅轉身，龍門前一大隊球員黃色衫嘅全部塞晒啲通道，
一路都冇辦法開 cut 到入去中間嘅，唯有就交橫嘅啫。咁都係要做多少少 cycle 嘅，即係要大家球員之間呢係互相交波傳波，走多啲位先可以呢係將高級嘅防守係拆散翻佢。因為而家就高級嘅球員全部就執埋晒喺中間，冇辦法咧係可以俾 CSA 係可以做到任何入攝嘅機會。CSA 啲球員又好乖嘅，其實都企晒喺龍門前邊。咁但係就有好清晰嘅見到龍門前面黃色衫係真係好多嘅。就算你交到個波出去咧，都好大機會咧係打中黃色衫球員啲腳啊、手啊、棍啊等等。咁終於咧喺藍線前咧就俾高級球員偷走咗，但係好彩咧就係呢一邊有 Curtis Chan 攞翻個波翻嚟，沿住圍板邊交過一個撞轉俾翻 Curtis， 側嗰度射埋嚟，射高咗啊！波就彈咗去呢角度係職軍上面。而家係5打5嘅，仍然係落後緊3球嘅 CSA 啊！比賽即係剩翻7分鐘鬆少少噶啦，壓咗喺圍板邊，球證冇表示啊，比賽仍然繼續啊 ！CSA 前邊就冇隊友噶啦嘛，後邊有2個隊友。Curtis Chan 一個遠射 ，Curtis 應該都要換人噶啦噃。響冰面都打咗好耐，一個遠射射咗埋去 ，Curtis 即刀咧即刻咧，佢慢慢嘅流翻去冰面啦，去呢個後備席嗰處啦。佢叫 CSA 嘅後備亦都好多明星球員啊，見到有Bobby 啦、Bob Yan 啦，又見到 Linus 啦，兩位都係為香港爭光咗好多年嘅球員。特別係Bob Yan呢就響亞洲杯翻嚟之後咧，就都讚過好多次啊，唔好讚佢啦都，即係讚到我好氹氣。高級響龍門後邊嘅圍板攞到波㗎啦，咁就反手將個波係交翻後，俾人撳住攻咗一輪咧，高級終於都有機會喺前場咧係有機會猜下波先，咁比賽即係剩翻6分鐘鬆啲嘅啫。高級沿圍板邊打翻出嚟，俾對方攔截得到。呢邊有8號 Aiden Out 上到去，呢邊就遇到咧就係19號 Curtis Chan 啦。兩邊都有 Curtis Chan， 一個 C 字一個 K 字。CSA 4號 Curtis Chan K 字頭嘅，龍門前邊轉身，呢邊有14號 Ethan Lau。Jasper Choi反手就沿住藍線交過嚟，咦出到波啊！龍門前面走啊，入波啊！3-1啊！而家龍門前面就擠咁啊，無端端係將個波擠高咗，咁咧就反而有波入喎。呢比數咧就3-1啦。你再望一望頭先嗰個慢鏡先啦，咁就係響呢一度反手踢佢，啱啱響架底。咁守門員Rexton 都揩到少少個波嘅，咁但係咧就啱啱中架底下面手踭位嗰處咧就係撞入咗個波。咁所以又一路其實 Hockey 就哎呀呢邊撐啲交到棍啊！而家就兩個球員鬥快，咁Jovi 咧就大戰Curtis Chan 去到龍門口啊，好緊湊啊呢下嘢。咁啱啱守門員咧就啱啱向橫線咧就擋一擋翻個波出嚟。而家咧就見到 Jaden Lee 咧就攞到波，咁橫傳咧就係俾 Curtis Chan 再將我打落底線，兩個球員一齊埋去追。呢邊有 Kenny Low 一個人咧就閘咗埋板邊閘停咗個波，咁但係波咧結果都係跌翻落去高級嘅棍上邊。Jovi 大棍係將個波打高啊！咁將對面咧嘅個波就打到對面底線，兩個球員4個球員喺圍板邊一齊爭奪啦。咁沿住圍板就你又推下我，我又推下你啦。咁有球員就被推跌咗，咁球證就亦都吹停咗比賽。冇球員被罰離場嘅，咁而時間就1分1秒咁流走啦，剩翻3分40零秒左右。CSA 雖然啱啱追近咗一球，但係都仲要入多2球咧，先叫可以追和嘅。高級響呢個 slot 頂攞到波，咁將呢個波送埋嚟，反手落到龍門底線，一路都過唔到嚟。哇！去到埋嚟對面 CSA 咧，有球員咧就係將對方嘅球員係一撞咧就撞低咗。咁呢個咧動作我哋呢度望咧都危險嘅。
咁啊對住對面嘅頭部咧就撞擊。咁但係事實上係咪我啱啱講咁樣樣咧？睇睇慢鏡先知。咁啊球證俾嘅犯規動作只係呢個 body checking 嘅啫，被罰離場嘅咧就98號。咦，又係佢啊！好錯面係佢，咁啊 Isaac Chan 嚟嘅。咁呢一個角度我哋望一望啦，去到龍門口咧，其實攞到波噶啦。啱呢一下咧，就係其實推埋去對面塊面嗰度嘅，其實係可以吹再金啲嘅 penalty， 但係球證就寬容啦，咁就俾呢個body checking 咗先啦。咁呢邊就3-1啊，仍然係高級贏緊2球㗎。一個遠射守門員擋到，咁啊再望一望頭先嗰個嘅犯規嘅動作，呢邊睇下望唔望得清楚啲啦。咁啊波就埋到嚟龍門口橫傳啊，唔係射波先啱嘅。咁就係呢一下啦。咁呢一個角度望埋佢就唔係推頭嘅，咁啊 OK 啦。呢一個落去望埋去咧，就只係咧就推埋去對方嘅心口嘅啫。咁所以球證咧就睇得清楚過我啦。我哋要靠慢鏡。咁呢個就係的確係一個好合理嘅 body checking 嘅一個犯規動作。哦，呢個好睇。我講係咪另外一個嘅射波，咁就係將嗰個射高咗嘅。咁就現場就一輪擾攘咧，咁就同 time out 有關係嘅嘢啦。我唔係好知發生咩事啦。咁總之比賽咧就繼續，雙方咧就係2球落差嘅啫。power play 咧仲進行緊嘅高級嘅 power play，咁但係而家 CSA 就反而咧喺前中緊啊。咁落後緊2球嘅比賽仲剩翻分半鐘多啲，power play剩翻47秒。CSA 喺自己嘅後防區攞到波，落後緊2球要追落去，哎呀交個醫院波反手咧就拉翻落去底線，咪自己有攞翻咁，但係2個藍色衫就夾埋你，高級攞到波，有位交嘅，交到埋嚟一個起手射，守門擋到第一個 rebound 再嚟擋都擋埋。剩翻1分10秒鐘嘅 power play，剩翻20秒。高級仍然喺前場攞翻控球，比賽得翻最後1分鐘啦。power play剩翻6秒鐘左右 ，CSA 有機會攻上去啦，2個打3個打2個，哎呀做咩事啊？呢球越位啊，唔通？冇錯啊，越位啊！叫 time out 啊，係 CSA 叫暫停。比賽剩翻50秒 ，penalty 剩翻最後1秒，咁所以基本上咧就 time out 完一開波咧，就我身邊嘅 Isaac 就會落翻冰面㗎啦。咁但係50秒可唔可以入到2球咧？我唔會話唔得，因為在場嘅咁多位球員都好好波，我打就入唔到啦。係咪？咁但係就點都好啦，呢場比賽好緊張啦，好緊湊。亦都係相信咧呢場比賽嘅結果咧係可以好肯定地咧，可肯定地咧係可以決定到係呢一個常規賽嘅總排名係邊一隊咧係以第1名出線。就因為呢2支球隊對住其他嘅球隊贏面都大。所以唯一嘅可以變化到嘅咧，就係呢2支球隊直接對壘。咁如果打和又唔同咁講啦，咁啊到時就情況就會變得好有趣啦。但係點到咧，就50秒之後咧就有分曉噶啦。CSA 已經係調離咗佢哋嘅守門員噶啦，而家咧就6個打5個。
麥食亦都翻出冰面啦，咁所以就冇龍門6個單個希望可唔可以追到2分咁多啦。CSA 波就俾人撞翻上嚟，喺龍門後邊喺呢個中場區交橫，咁啊對面嘅防守咧就做得好積極噶，攞到波仲憑住速度咧係喺龍門後面兜翻出嚟。CSA 一路都冇辦法可以撲到控球，呢個時候有啦，側嗰度起手射咗一下，守門員擋到，哇！呢下擋波擋得好犀利啊 ！Rexon。CSA 再將個波係趟橫過嚟，但係波一彈就彈翻出嚟中場區啦。CSA 應該呢場要贏嘅，有啲難度㗎啦，剩翻最後10秒鐘鬆少少。龍門前面再起手射，守門員再擋到，再一個要射，守門員再用個盾牌擋翻出嚟。哇 ！Rexon 最後面呢幾秒波真係打出新加坡高級，最後3-1係贏咗呢一場嘅賽事冠軍前哨戰，換嚟嘅係現場觀眾嘅熱烈嘅掌聲。咁而除咗係高級贏咗之後，我亦都覺得守門員阿 Rexon 呢，最後呢10秒鐘嘅表現相當之嘅亮眼。今場比賽高級3-1係擊敗咗 CSA， 係奪得咗呢一場比賽嘅勝仗。咁而嚟緊下星期，咪講埋呢一個嘅排名先啊。咁而我哋嘅排名咧，我哋就應該呢一場打完之後咧，高級咧同埋 CSA 就會平分啊，大家都係22分。咁但係因為咧就到時高級係打少一場嘅，咁同埋呢個 tiebreaker 佢哋咧就係佢哋會贏呢個 CSA， 咁所以咧就好肯定地咧，高級下個星期嘅排名咧係會進佔上去第1位，而 CSA 咧係會落翻嚟第2位啦。下星期嘅比賽再同大家講一講啊！第一場比賽8點45分，高級 Kings 對 CSA； 第二場比賽9點50分，高級對 Hong Kong Typhoons； 尾場10點55分，Phillip Lions 對 Fort Parky。今日3場比賽嚟到呢度睇到咁上下就完晒啦，好高興大家同我一齊，多謝我哋所有嘅現場觀眾啦，多謝我哋嘅現場嘅工作團隊同埋球證們啦！下星期我哋喺度再見啦，拜拜。